自2024年10月15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灵敏甲信息的听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耶利米哀歌第3章1节到66节。我互上主受气会管刑罚，受尽苦痛。伊赶我入去黑暗，四面无光。伊一再下手拍我，规日无停。伊互我消散落肉，伊压制我的骨头。伊用悲惨包围我，用苦楚攻击我。伊互我住伫黑暗中，亲像已经死真久的人。伊用枪围困我，互我袂当逃脱。伊用真重的铜链甲我绑地。我哀求呼叫，伊毋听我的祈祷。伊用拍价的大石挡我的路，互我的路坎坷弯曲。伊亲像埋伏的熊，嘛亲像密地的狮，听候要攻击我。伊逼我离开大路，甲我拆喙，放伫边仔。伊开弓，甲我当作红心射。伊用箭地内的箭射入我的心。我诚做万民的笑柄，因规暝规日做歌踢笑我。伊用苦菜强迫我食，用苦酒强迫我啉。伊用喙石仔磨断我的喙齿，用涂沙粉砍我。我的生活失去平安，我已经袂记得幸福是甚物。所以我讲，我的元气消失，毋敢阁期待上主解救我。回想我的痛苦甲流浪，亲像在食苦菜、啉苦酒。想起这个事，我的心震动郁卒。毋过，当我想起这件事，我就阁有盼望。上主的慈爱永远存在，伊的怜悯永袂断绝。逐早起换新，你的信息广大。我的心讲，上主是我一切福气的源头，所以我要仰望听候伊。幸好伊找求伊的人，上主施恩予因。人着吞忍听候上主的救恩，因为这是好。人应该伫少年的时背伊的担，因为这是好。人着家己一个点点坐地，这是上主予伊的担。人应该面趴伫涂骹，安尼可能也有盼望。着固在人扒喙皮，忍受一切的凌辱。主袂永远去杀人。伊虽然予人忧愁，犹原为照伊丰盛的慈爱怜悯人。伊毋甘予人受苦，予人忧伤。所有受领的，予人吞踏压制，主一定关怀。志愿者所属的人权受剥削，主一定关怀。人伫法庭受冤枉，主一定关怀。若毋是主的旨意，人兼会当有甚物成就？再好也是祝福，兼毋是出自志愿者的命令。人因为家己的罪受刑罚，有甚物通埋怨？咱着反省检讨家己的行为，活转归向上主。咱着向天顶的上帝诚心举手祈祷，愿
犯罪背逆，你无赦免阮。你发大受气，对入阮，你下手遭灭阮，拢无留情。你密伫目魂内底，阮的祈祷袂当透到你遐。你互阮诚多坐待粪扫，伫万民中受气杀。阮所有对敌拢大声攻击阮，阮拄着惊吓甲陷阱，经历死亡甲毁灭。为着同胞受毁灭，我的目屎亲像江河直直流，我的目屎直直流，流袂停。直到上主看顾，对天怜悯，看见城内妇女的遭遇，我的心非常痛苦。敌人无缘无故对入我，亲像在掠七鸟仔。因要互我死，活我迄落深坑，搁用石头踢掉坑口。水淹过我的头壳，我想我无命力。上主啊，我对深坑底求叫你的名。你捌听我的祈求，求你毋通塌目耳孔，毋听我喊救的声。我呼求的时，你有瓦困我，甲我讲毋免惊。主啊，你捌替我伸冤，赎回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你有看见我受委屈，求你宣判我正直无罪。你知对敌安怎怨恨我，图谋要害我。上主啊，你有听见因来骂我，知影因害我的计谋。你听见我的对敌规日攻击我的话，甲因要陷害我的阴谋。你看，对早起到暗暝，因不时唱歌痞想我。上主啊，求你照因的行为报应因，求你互因心硬，甲因咒诅，求你发大受气，对入因，甲因对上主你的地消灭。认领甲信息的疼。对人类历史来看，战争中有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囡仔总是真做第一受害者。2014年6月，3名厝踮伫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以色列少年人去学校的路中失踪。以色列指控遭受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绑架，所以对方发动攻击，哈马斯也加以反击，造成双方死伤严重。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室发言人卡尼斯受访时，一度因为讲到巴勒斯坦学校遭受轰炸，造成儿童死伤惨重，痛哭失声。伊讲：咱必须将统计数字人性化，意识到每一个数字背后，拢是一个有灵魂、心脏会跳动的人。这个数字背后的每一个人，拢无应该被遗忘。这拄好是先知耶利米面对耶路撒冷城内受难者的心声。耶利米被称作哀嚎的先知，伊用感同身受的角度描述耶路撒冷城内百姓所受的苦难。耶利米因讲话，劝因听候上帝的救恩，搁代表因向上帝呼求。这种双重身份，将面有以色列人民的身份，另外一方面也代替以色列发声。甲以赛亚书内面上主的仆人雷同，先知受呼召，往往爱去亲身体察百姓的实况，搁向因传达上帝的话。耶利米察觉上帝的受气甲痛苦，有见百姓
得要遭受苦难，所以伫侍奉的40年间，不断对因提出警告。耶利米伫黑暗的深渊中，还看见微微仔的曙光。耶利米哀歌第3章56节到57节讲：你捌听我的祈求，求你毋通塌目耳孔，毋听我喊求的声。我呼求的时，你有瓦近我，甲我讲毋免惊。这是规卷册中间上帝为伊讲过的话。所以先知讲：主啊，你捌替我伸冤，赎回我的性命。上帝垂听先知的祈祷，为伊做着当年约伯渴望上帝做的事。耶利米受上帝救出深渊，虽然伊的苦难并未终止，毋过当伊想起另外一件事，伊的希望搁再重新点着。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。有时阵要想起某一寡记忆，需要极外的意志力，尤其现实中人的痛苦经验，往往必须人去否定这个记忆。上帝捌向人显明伊的身份，上主有仁慈恩典的上帝，无快受气。有丰盛的慈爱甲信息，上帝慈悲怜悯的永恒本质，真侪人逐日更新的提醒。一旦人想起上帝的美好，讲出上帝的名，就无法度无想起上帝捌甲人立约，以及伊伫各方面向人显示的慈爱。当人遭逢苦难，无毋是甲病痛、困苦、压迫、战争、灾难等相连，但是人心中对上帝的记忆，却会当互人得到安慰，重新点着强搁有力的希望。默想，上帝对社所发出的受气，是互人期盼，但是上帝袂轻易发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和信息。上帝对社所发出的受气，是互人期盼，但是上帝袂轻易发受气，伊有丰富的慈爱和信息。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愿你赦免饶赦我的罪过，袂永远向我藏受气。当我回转向你的时，相信你会对我施慈爱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